开始，咱紧来关心上新的消息，这是伫南韩。南韩的公调处和警方伫今仔日透早去抓因的总统文秀月。伫台湾时间半暝啊3:20左右，因是去到总统官舍外口。这届出动的人是比前一届也搁较侪，动员上千的警察。根据韩联社报道，保护总统的警卫处伫台湾时间早起7点半左右已经拍开第3道风线，所以即马调查人员已经入去内底。南韩的公调处和警方是伫台湾时间半暝啊3:20去到总统官舍，4:20的时想要硬冲入去官舍，双方有发生冲突。也那上新的消息是，伫6点半左右有媒体去翕到，警方已经冲破第1道风线，6:40已经冲破第2道风线。根据韩国 JTBC 的电视台报道，保护总统的警卫处大多数是拢无阻挡。伫早起7点左右，外口阻挡警方的巴士车车辆拢已经驶走啊。目前传出温秀月主管到案去接受调查，因那温秀月的律师嘛，当咧和调查人员在进行谈判。